水面是阅读测验，单枪一种题型，就是阅读理解。阅读理解在我们的基础级及初级认证这边，比较类似一般的填空题，它是会以句子的理解为主，而不是篇章理解。我们要根据题目的指示，选出比较符合这个题目意思的答案，或是最适合填回题目空格的文字。这边的句子还是以生活情境为主。本类题型，我们要思考题目所提供的线索，填入正确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或是连接词。万一你无法直接判断时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，我们就将选项尝试性的放入空格后，念看看是否通顺，还有跟前后文的文意是否合理，然后再选出合适的答案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几个题库里的范例。